今日，我哋懷着沉痛嘅心情，悼念一位德高望重嘅長輩、摯友及良鄰鍾林寶玉女士。她於2025年2月6日安詳離世，享年98歲。鍾林寶玉女士與丈夫鍾北謙先生喺1959年在三藩市華埠創立咗寶謙昌參茸藥材行。作為美國中草藥業嘅先驅，佢哋係首家遠赴威斯康辛州採購並推廣栽培花旗參嘅華人企業，以銷售優質正宗花旗參享譽業界。1970年代末，中美貿易開放之際，佢哋更搶佔先機，將眾多中國暢銷嘅草藥及中成藥引入美國，為華人社區及美國市場奠定咗中醫藥發展嘅基礎。喺事業蒸蒸日上嘅同時，鍾北謙夫婦始終秉持誠信經營、童叟無欺嘅理念，一邊辛勤耕耘、撫養子女，一邊用心經營寶謙昌。佢哋待人以誠、價格公道，深受社區居民嘅信賴與愛戴。此外，佢哋熱心公益、慷慨解囊，長年支持華埠嘅慈善與教育事業，包括東華醫院、聖瑪麗中文學校以及聖瑪麗中文日間學校等機構，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，造福僑社。如今，鍾林寶玉女士與丈夫鍾北謙先生相繼離世，佢哋用畢生心血締造嘅傳奇將永在史冊，而佢哋嘅高尚嘅品德與無私嘅奉獻，亦將長存人心，成為我們永恆嘅懷念與敬仰。願鍾林寶玉女士安息，與鍾北謙先生在極樂世界重聚，福佑後人。